香港人工作好繁忙，時間又好寶貴，做嘢有效率係最緊要。喺繁忙嘅工作環境，要爭取每分每秒，唔好再用過時又低效率嘅方法做嘢啦。而家 eLabel 嘅技術可以幫到你，由以前要花幾分鐘嘅工作，變為幾秒就可以完成。利用我哋嘅資產追蹤器同埋客製嘅軟件，你可以即時同好安全咁追蹤到紙箱、托盤或者貨櫃嘅位置。好簡單咁喺你個電話或者電腦撳一個掣，就可以好快揾到或者更新倉存嘅資料。利用 API， 你可以將 eLabel 嘅軟件同你嘅 ERP 系統、倉存或者倉存管理系統連接。我哋嘅電子標籤同埋追蹤器非常易用同埋安裝。想了解我哋點樣可以幫你慳錢又慳時間，歡迎打個電話或者發個電郵俾我哋。唔好再等，快啲幫你個系統升級啦！Find it easy，就係 eLabel Solutions。